这是咱同齐来启用，请合开启应文第34篇，启文34篇，掀开，咱同齐来启用。咱所听见的有一嘴信啊，因为伊伫伊的面前成长，亲像剪纸的影。 伊无好形状，无威仪。伊受看轻，互人放杀。伊受看轻，亲像互人黄面毋看的一样。伊实在担当咱的忧郁，背咱的苦读。 但是伊为着咱的过失受伤，伊担当刑罚，咱得着平安。咱拢亲像羊白鹿，伊受压迫，拄着艰苦，犹久无开喙。佫亲像羊。 伫正门的人的面前无出声，伊对压迫甲审判受处气。伊虽然无惊强暴，喙也无诡诈。 伊放杀性命到死，伊也袂伫罪犯的中间。咱三甲压头来祈祷。全能上帝是阮的爸，我们感谢有你，你是天地万物的主宰，宇宙中独一无二的真神。 因为你的救赎，你使阮救出基督，互阮这本来有罪的人得到赦免，得到重生的活命。也感谢你的保守，互阮过去一礼拜，无地教拄着恶担当的事，会当伫安息日，搁一摆自治你的圣殿，三甲敬拜你。总是
我爱搁一摆伫你的面前忏悔认罪，因为阮的骄傲、私欲，定定无照你的旨意，行你所无意爱的事，破坏你的创造。你到即个世界出现，侪阮所想象袂到，我都承受的灾难、病痛，大大来影响着阮的生活。总是阮知，上帝你袂捌用安尼离开阮。当阮压头认罪悔改，你就慈悲来赦免。主，阮为着过去一年你所赐的恩典献上感谢。尤其你互阮伫新的一年有新的信心、新的启示，会记你后面的事，记忆头前的事，所插的标来走。特别会当伫上面的财目受搁较好的装备。认捌你的真理，活出仁爱、圣洁的性命，互世间众人知影，我是你的学生，互因看见基督徒谦卑、温慈的品格，而且会当接受这有望、喜乐的福音。主啊，恳求你亲身来带领，保证会友甲同工搁较勇壮，伫你的国度引带搁较侪人来信靠你。阮的教会发出灿烂的光，成做即个乌暗世代的明灯。主，求你用温暖的双手来扶持阮当中心内丧凶的，互因得到安慰。求你医治的大权能降临伫阮中间，身体软弱、肢体痛痛的，因带因镇赢病痛。也求你继续甲因为工作无法度来到你面前的兄弟姊妹同在。互因共款，会当得到对你来的稳定，也恳求主，你搁将平安甲喜乐赏赐互阮，阮将一切挂入伫基督中来交托，求你来讨告，因带阮缀你来行。即时，我要同齐用主你所教示的祈祷文来祈祷。我伫你的列位，我你的良心，你的国领教，你的真理真理，你的真理。我起来看万下辈万国，万下辈万国，我地转万之气，对万万变派，越过万民的东西所，大家都进来。这是来领受上帝的话，咱来看圣经。今日圣经记载伫哥林多前书的10章第12节到19节。迄就请大家来看，我来读。12节，当若传基督对死人中国活，怎样恁中间有人讲死人无国活？死人若无国活，就基督袂捌国活。基督若袂捌国活，就阮所传的是空空，恁的信也是空空。死人若无国活，就上帝袂捌互基督国活。毋过阮干净伊捌互伊国活，就显明阮是做上帝白贼的干净。因为死人若无国活，就基督袂捌国活。基督若袂捌国活，就恁的信无采工，恁要固伫恁的罪中。就遐建立基督已经困的，也是沉沦。咱若单单在生有望伫基督，就伫众人中，咱是第一可怜的。请恁看到遮，是请圣歌队来带来学乐的时光。
讲道的时间，今日邀请罗牧师，这个来讲道，请罗牧师。大家平安。平安。已经到年底啊吼，因为后礼拜我爱伫台湾讲道，所以后礼拜日我袂通来到咱中间，所以大先伫即个所在，甲咱大家讲新年快乐。请咱三个拍头来祈祷。慈悲疼痛的天父，阮的上帝，阮感谢你，对年头到年尾，你的圣手拢扶持保守。主啊，虽然伫即中间，阮有经历侪的代志，迄是死失，迄是艰难，迄是病痛，迄是阮侪伫工作上、生活上所拄着的挫折。虽讲伫遮个事顶面，阮有时无法度接受，总是你安慰阮，你牵阮的手，互阮经过到着今仔日。阮额头回想的时阵，阮深深体会，主你的恩典伫阮的心上，实在满足阮。主啊，阮对阮的心底出声来学乐，来感谢。但阮今早起会通搁三甲组织伫你的圣殿，主啊，这是阮的福气。阮伫即个所在，若吟诗学乐，阮伫遮也排列。阮侪的祈祷，主啊，阮搁较要听对你来的话，来帮助阮坚固阮的信心。愿贴要上帝你的圣神运作伫阮逐人的心内，帮助阮搁较亲近你。愿安感谢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伫旧年的即个时阵。我搁为着我的妈妈过往的料理丧事，真紧时间已经过1年。我想，咱做一个基督徒，伫即个人生的过程中间，无论咱伫顺境，也是伫逆境；无论咱伫喜事，也是伫丧事。我想咱做一个基督徒，拢爱注目看耶稣，因为伊是咱信心的开创者、甲终结者。所以伫咱的人生过程中间，这个代志拢毋是咱家己在行，是主甲咱三角行。所以想到遮的时阵，我就想到一个真严肃的问题：咱中间来自无相款的这个家庭背景，来自无相款的这个文化风俗的这个影响，但是咱有一个共同的信仰，就是咱拢诚做耶稣的学生，咱相信主。而且我想到这个问题，就是咱有真侪无相款，但是咱有一个共同相款的信心，就是对耶稣的信心。不过，咱详细来甲想，咱是伫什么款的情景下面，决定要跟对耶稣，要相信耶稣？咱的想法是安怎？咱迄个时阵的动机是啥物？我想这对咱来讲是一件真要紧的代志，因为伫遮厘清咱的信心，互咱搁一遍思考，咱伫信仰内面，咱有真正去掠着迄个信仰的重心抑无？今仔日教会提供侪无相款的即个信仰的回应，无论伫查经也好，伫小组也好，也是伫干部的训练也好，也是咱个人的灵修也好，咱有侪方法来帮助咱。总是咱伫即中间，若无确实知
的信心是为着啥物？我想这是一个真大的问题。咱对旧约在看的时阵，关系咱今仔日所读这段经文，就是各约的这个题目。伫旧约圣经内面有记载3位的这个各约的代志。第一位就是以利亚先知的时阵，因为伊走到海边仔，去嫁伫一个寡妇的厝。伫迄个所在，寡妇有一个囝，可能甲伊过到。以利亚就为这个细囝祈祷，所以互这个细囝对死人中各约，这是头一遍圣经记载人各约的事。第二件就是伫以利亚的学生以利沙做先知的时阵，也是伫相款的情景，以利沙走去嫁伫一个寡妇的厝。后来，这个寡妇的囝，忽然间来破病过世，所以以利沙就为这个细囝来祈祷。后来，这个细囝过活。第三件事，更较奇妙，啥物讲呢？因为是以利沙先知过往去啊。所以人就甲伊埋葬，埋葬了后，圣经记载讲喏，拄伫新年的时阵，注意哦，新年咱新年真多代志无做，但是犹太人伫新年的时阵，犹原伫迄个所在咧埋葬因的死人，所以咧埋葬的地点。都靠近伫即个以利沙的墓边，但是迄个时阵呢，讲摩押的军队啊，忽然间跑来，所以即个埋葬的即个人，伫迄个所在看到军队安尼，一个压过来的时阵就惊吓，所以甲即个死人就安怎，凊彩甲拼咧，人爬去甲走啊，逃走。因为惊叫这个摩押的军队杀死，所以人把这个过往的人来拼去，结果这个死人安怎呢？伊叫人拼去的时阵，都拼对这个以利沙先知的墓面去，结果这个死人去磕着以利沙的骨头，奇妙的代志发生啊！这个死人全活起来。徛伫啊，所以咱用想象你甲想迄个情景的时阵，你会感觉安怎？不可思议啊，是毋是？大概伫万界的世界，较有可能发生即款代志，但是这真正发生伫以色列的历史，是记载伫圣经内面。所以伫旧约时代有这3件。人各活的代志，毋过真趣味哦。你若看耶稣出来咧传福音的时阵，伫以色列人中间有2群人，为着这个死人各活的代志，伫迄个所在争论不断。一组人就是法利赛人。法利赛人咱会通理解，因这人是培养。就是要做犹太人的律比，做先生的来教这个律法。另外一派人叫做撒都该人，这个撒都该人就是利未族的背景，因叫做撒都该，其实这个团体就是对伫个祭司撒督的家庭延续过来。所以这个人是祭司，也是讲利未的这个族群。这个族群
文啥物特别的所在？我想咱读圣经拢知影，这人是伫这世顶面在服侍上帝。哦，所以因会使讲，因的生活中心，拢围绕伫即个圣殿的即个服侍，包括处理这个献祭的这个杂事，一直到伫圣殿圣歌队的即个娱乐，这是即个族群的特色。即两个族群，因对人各我的代志，伫迄个所在有真大的争议。这个争议是啥物？法利赛人讲，人是会各我，但是撒都该人讲无即件代志。你甲想会奇怪遐无？明明拄仔咱摕着讲，伫旧约列王的时代。都是三件人各我的代志，这时的阶级，这法利赛人服侍上帝的人，他会讲无这个代志，完全否认旧约圣经的记载。这款的争议到伫耶稣的时阵，因嘛直接来甲耶稣为着这个代志。当然，伊是要挑战耶稣对这个信仰的看法，所以这两派人拢将对这款的问题来问耶稣。这个询问的这个过程，我想咱伫福音书内面看会到，咱当时家己看就好。而且，我讲的就是耶稣本身对这个各我的议题。伊有啥物款的看法？甲作为，伫耶稣传福音的过程中间，伊捌互世人各我。第一个是啥物人？第一个就是管会堂的外老的查某囝。破壁上中，人甲伊。走去甲即个管会堂的讲你的查某囝死了，所以耶稣讲我来看，所以因就做伙去管会堂的因兜，咱若对即个管会堂的可能有一寡误解，啥话叫做管会堂？伊毋是工人哦，咱知影以色列人对受了后倒转来。因这个圣殿的这个服侍，其实已经无法度延续了，所以因就伫逐所在徛起的乡舍，拢建立这个犹太人的会堂。建立这个会堂，毋是干那讲有一间厝伫遐就好啊。迄间厝有人爱负责管理，所以就有这个管会堂。但是管会堂呢？敢若讲管理这个会堂安尼啊，其实伊上重要工作是啥物？就是犹太人伫安息日进入会堂的时阵，这个管会堂的爱负责宣讲摩西的律法。所以耶稣到伫这个会堂的时阵，人会将迄个圣经就是这个律法册摕互耶稣，耶稣掀开就读。然后伫迄个所在来宣讲，管会堂的就是咧做即款的工作。所以，这个管会堂的伫当时犹太人社会中间是属于迄个权阶层。这个管会堂的伊个查某囝死，当耶稣甲这管会堂的人，一行人来到因兜的时阵，就已经开始有人伫迄个所在咧歕鼓吹啦。甲咱台湾人真意思呢，人若过往了后，就请迄个歕鼓吹来歕鼓吹，嘛有人会哭，犹太人嘛会请人来代哭的，所以咱有即个好女别情，所以犹太人有即个替人哭的即个地方，所以正经会使讲犹太人甲咱台湾人足类似，所以当耶稣到的时阵。
这人饭鼓吹，饭鼓吹，哭的人咧哭。耶稣家讲喏，你拢重要。这查某囡仔咧困，我来甲叫醒，结果这人拢安怎？拢笑耶稣，讲人死活煞分未清楚，困甲死有共无？当然无共啊，因为咧困了，阁会喘气呢，但是若死就袂喘气啦，是毋是安尼？所以这个查某囡仔明明都无咧喘气啊，我就死了，所以我毋才会来甲饭鼓吹。结果这人笑耶稣，耶稣就拢人甲伊呼出去，圣经讲耶稣甲伊呼出去，呼出去了后，耶稣就牵这个查某囡仔手，这查某囡仔活起来。所以活起来了后，我就教我这个内容，一家人欢欢喜喜，我这个人拢真无命，鼓吹乖乖收起来，遐来做头遐内容乖乖改善，因为这个人够活，这是第一。第二个是安怎？耶稣对我未来，要入这个哪有城的时阵，这哪有城有一个官府。伊个独生囝拄过往无偌久，人要甲工去做，注意听，拄过往无偌久，人要甲工去安装。你会感觉讲，敢若若无啥共。像咱讲，犹太人吼，若过往去，袂使是过日的，所以一定要伫当日来甲伊安装。所以这个少年人吼，这个从刚来要出城到墓地去安葬，耶稣都对外围入来，小拄。耶稣知影这是官府的独生囝，这是后半生的瓦课，结果即马无去啊！互恁人的伤心，那是绝对足够你去用的。但是耶稣全给挡起来。挺起来，耶稣讲啦，少年人起来，这个少年人随时爬起来，所以这是第二遍耶稣死人搁活，有一就有二，有二就要有三有，第三遍就连讲无共款啦，第三遍就是。一大年，马大、马利亚甲这个约瑟罗因一家，这家甲耶稣的关系真亲密，所以当这个约瑟罗变成上重的时阵，就找人去甲耶稣讲，开嘴安怎讲呢？讲你所听的人病啦。你若是耶稣，你安怎？我有这个代志，安尼真要紧对无？一定手中所有的工作啊，其他的关系随时放落来安怎？赶紧的来甲看。但是结果毋是咧，耶稣搁3千4千2日后才讲咱来甲这个约瑟罗记起来。耶稣的学生其实伫迄个时阵真戆命，是安怎？因有风声知影讲耶稣若入这个靠近耶路撒冷的时阵，就安怎？法利赛人、经学师、祭司，因已经计划要离来耶稣啊。所以这学生其中才有人讲喏。咱来甲伊做伙死，因受到这个死亡的这个威胁，所以讲一款话。但是耶稣犹原不停行，所以来到这个伯大尼的时阵，伊人看起来讲喏，袂有啊啦，去了啦，是安怎？因为约瑟罗已经死时间，搁甲伊安葬。
伫即中间，咱就发现一个真趣味的代志。耶稣伫即中间，毋是安慰即个马大、玛利亚，以及遮亲人朋友。耶稣颠倒讲安怎呢？讲各我在我，我命也在我。信我的人虽讲死，也有救要活。耶稣讲即句话，讲即段话，其实甲马大、玛利亚因的信仰有关系呢。是安怎讲有关系？因为耶稣来到因的厝的时阵，马大伫迄个所在埋怨耶稣啦。讲主啊，你若早一遮，我的小弟就袂拄着死。玛利亚较慢到，但是讲的完全共款，一模一样。主啊，你若伫遮，我的小弟就袂死啦。耶稣家看嘛，讲恁相信过我无？有我相信，以后伫末日的时阵，拢会过我。耶稣讲迄段话，就是针对遮个人，家讲安怎呢？国我的代志，毋是以后的代志，即摆嘛会当实现。安尼就是甲咱讲啥物？国我有两个赞处。第一个赞处就是，你暂时国我，但是有一日会搁安怎？会搁死。所以伫旧约迄三个国外的人，后来嘛会死，是毋是？耶稣头前已经互伊迄两个国外，迄两个以后嘛死，甚至连佛罗以后嘛会搁死。这就是伫现实世界中间，你会去拄着的代志。所以咱的信仰往往拢是安怎？看着末日的国外。所以，因为咱看着末日的国外，叫做安怎？望，望就是未来会发生的代志，但是即摆还未发生。未来的确会发生，所以就诚做咱的望。咱每一个人信主耶稣，咱拢对未来的国外有一个确定的信心，是毋是安尼？所以这就是咱国外的一个确据，将来会国外，但是若到目前为止，就是到耶稣，我即摆咧讲的这个耶稣和这个约瑟到伫死人中国外这个代志的时阵，因也是注重伫当时的这个条件，但是是安怎？伫即中间有即三个无相款的条件。这个耶稣宣告讲：“国我在伫我，活命也在伫我。信我的人虽讲死，也有救要活。”即句话，甲咱讲出一个真要紧的代志。意思就是安怎呢？信耶稣的人，死国活了后，是一个真确实的代志。拄仔咱已经讲过，这个圣经内面记载国活的这个代志。旧约的记载是证明讲安怎人死会国活，但是伫耶稣这个时代，死了后会国活，是安怎耶稣伫即中间来做这个代志？互这个死人会国活，我是安怎会甲伊安尼提出来，甲咱做伙想一个一个，甲提出来讲。你甲注意，这三个国外的情景其实因是无共款的。第一个国外，挨落的查囝是拄拄断开呢，检查去甲摸伊的身躯的时阵。还阁有淡薄仔温暖，还未完全冷去，这是第一个。但是第二个进一步，
进一步就是讲喏，已经确定拢冷啊，所以要甲伊扛去安葬。安尼是毋是？这个死亡的事件是更较清楚的。第三个就是安怎？就是安葬了啊，已经死工人人讲烂啦，毋通搁去甲顶当。但是耶稣有缘回国活，这证明耶稣讲的迄句话，国活在伫，啊嘛证明讲活命在伫，是毋是安尼？所以这会国活，但是耶稣讲安尼的时阵，还佫欠一环。像咱讲还佫欠一环。耶稣讲这拢是活着的时阵，伊有能力去帮助这个死去的人国活呢。但是呢，耶稣家己本身呢，所以这三件事其实就是咧甲咱暗示讲，耶稣既然讲伊是活命的主，伊本身死也安怎，也一定会国活，因为伊若无国活，伊就敢若会当讲伊是国活的主尔，袂当讲活命的主，因为伊家己活命，伊掌握袂牢。但是耶稣讲，活命嘛在我，所以在咧甲咱讲安怎，伊受难3日了后，还佫会国活。啊，有人会讲，死3日内要安怎国活？但是咱毋通袂记，死3日，甲列撒罗死4日，啥时较久？当然嘛，列撒罗较久，对无？但是列撒罗都会当国活，像那死3日就会国活。所以这就是咧，互咱去思考迄个问题。耶稣伫这3件事顶面，来证明伊确实是一个活命主。但即摆咱倒转来看即个哥林多前书15章，保罗咧讨论即个国活的代志。像那保罗爱去讨论即个国活的代志，这是因为哥林多教会实在是一个真特殊的教会。哥林多这个城，伫主前300多年的时阵，就已经受起造，而且呢，是一个非常繁华、非常发展的一个都市。哥林多即摆名叫做科林斯啊，哦，咱的翻译叫做科林斯，古早叫做哥林多啦，哦，啊，所以这个哥林多伫主前300多年受起造的时阵，伫迄个所在就真发展，是安怎会真发展？甲伊的地理地点有真密切的关系。这个哥林多城。是伫即个希腊半岛，其实咱讲希腊半岛是即摆咧讲啦，较早叫做伯罗奔尼撒半岛，还是讲马其顿半岛，哦，啊，迄就包括在较北边的即个马其顿的所在，也就是菲律宾，哦，接触罗尼加教会迄个环境，还是伫迄个北边。但是伫南边，保罗建立的教会就是即个哥林多。啊，即个哥林多会使讲是迄个伫罗马政府的时代，其实罗马伫主前146年的时阵哦，打败即个希腊，所以甲即个哥林多城哦，全拆做平地。拆做平地，后来到伫即个主前60多年的时阵，为着即个地方的即个发展，甲即个罗马军事的需要，所以重新起造即个哥林多城。所以哥林多城受起造了后，是安怎会受起造？因为这个所在太重要，咱若地图甲摕起来看的时阵，
这个哥林多伊是称呼做第站的经管，就是对这个阿盖亚到伫这个希腊这中间伊互两个海峡包围咧。对咱像咱咧河路咱看过河路嘛河路中迄个奈落去的所在啊，哥林多城就是伫迄个奈落去的所在。所以两边边仔拢是海，一个是爱琴海，一个是阿德里亚海。因伫即个所在嘛，对阿盖亚要到伫即个希腊，一定要经过即个所在，无你就爱坐船嘛。你若对陆地行，一定爱经过即个所在，无经过即个所在，你就袂当。咱读过西方历史的人拢知影，即个希腊捌发生过婆罗奔尼撒战争，即个战争就是雅典城甲即个斯巴达城，因伫迄个所在城邦政治咧争夺即个霸权。这个斯巴达就是伫即个阿盖亚省的迄个西北边，也就是伫即个哥林多城的西北边。但是，即个雅典城是伫即个哥林多过了后，伊的东南边，东南东方啦。所以即两个城邦伫迄个所在争夺即个霸权的时阵，有真侪战争，一定拢爱经过即个所在。所以即个所在是一个交通要道，也是一个军事要地。即个所在有一间真大间的庙。根据历史的资料讲，即间庙有3000个祭司啊。一间庙3000个祭司，惊死人有够大阵的对无？但是即间庙的祭司拢毋是男性，拢是女性。因在拜即个神的时阵，一定要通过即个女祭司来行即个献祭代志。所以伫中间充满足侪淫乱的代志。咱咧读哥林多前书、后书的时阵就会发现讲，保罗虽然无讲较真明，但是伫迄个字的中间，就甲咱透露哥林多即个城，迄个物欲，人对物质的即个欲望是非常强的，因为即个城发展，所以人咧追求即个物质的享受。要有即个物质的享受，就是爱拜即个女神，经过即个女祭司，甲因发生即个关系来做连结。所以即个城会使讲其实伫之前146年，叫罗马安尼甲伊毁坏掉，莫阁建立较好。但是罗马后来都为了军事的需要，所以阁重建即个城。重建了后，这个城语文非常的发达，因为这个所在是交通要道啊，做生意的创啥，拢爱经过这个所在，所以徛起伫这个城的人，伫这款社会风气的影响内面，因为真侪这人性污秽，黑暗的一面。保罗伫这个所在传福音。原来伊是向犹太人传福音的呢，因为这个所在犹太人有介济啦，犹太人做生意嘛，所以有生意做的所在，犹太人就聚集伫遐嘛。总是这犹太人攻击保罗，所以保罗后来转向这外邦人来传福音。所以哥林多教会会使讲，大多数的这个会友拢是外邦人。这外邦人自古以来受因的文化影响，因的生活社会影响，所以有真侪
甲咱的信仰是无相款，甚至是迄个落差非常大。所以无怪哥林多教会充满做这代志，这拢毋是无简单因为因的社会环境所培养出来，人已经习惯伫阮生活内面。所以当伊信主了后，你甲想看觅，因若专心要对主行，对因的迄个生活，对因的习惯，对因的方式，有偌尼大的这程度，因要安怎样去调整家己，互家己伫这新的信仰内面行得好，行得顺，这个功课，因要付出真大的代价。所以即款的背景下面，一个若咧重视这个现实，重视这个物质的享受，重视重视这个生活中间我欢喜就好，我快乐就好，即款的情景下面，伊进入这个信仰内面，一定有真侪看法。其中上大的问题就是这个个案，因为伊重视现实，重视物质的享受，所以当时这个希腊文化中间咱知影希腊是迄个哲学真发展的所在。保罗传福音到伫雅典城的时阵，就拄着因有两派嘛，一派叫做斯多亚斯多亚因伫即中间，就是安怎呢？强调讲人生短短啊所以咱把时间互你好好来享受这个人生。若像较早，咱咧读册的时阵，嘛有读到类似即款的讲秉烛夜游啦。是安怎样行蜡烛？古早无电火啊，所以拢点蜡烛。但是日落了后啥话拢嘛无快啊！你要安怎搁去做其他的活动？古早人伊着点烛火，掠烛火四界咧行游啊。是安怎要安尼做？因为要享受人生嘛，暗时若日落了，你着走去困浪费人生。所以要把握时间，好好来享受。这哥林多人因就是即款的情景，所以因感觉讲享受着要趁即个活的时阵，好好来享受。死了煞会知死了煞会知。其实，咱若认真来甲想的时阵，哥林多人甲咱台湾人敢有差别？真侪想法其实就是咱的想法，所以咱的想法甲咱信主了后，是毋是有一寡这个观念上、生活习惯顶面会起冲突？起冲突了后，你是要照家己原来的这个生活情景来过日子，也是要开始换新，伫基督内面成做一个新创造的人。这个真大的关系啊，是不是？但是因为哥林多人因传统的看法，就是人就即世人嘛，活的时阵有作为，若死了就一了百了啥话拢无去啊。所以因对于这个教我的代志，很不在意啊。因为善知善的知，人若过往了后，过往的世界是安怎，没有人知道啊。所以因为因的想法是安尼，因过去的信仰是安尼，因的生活是安尼，因的方式是安尼，对你将来无把握，所以把现今就好。保罗伫这个所在，
才用这么认真的话来甲因讲，因为希腊人因重视啥物？因重视辩证，就是一件代志，爱透过这个辩论来证明伊实在。所以保罗伫那边城的时阵，拄着就是迄两个学派的人常常伫迄个所在咧辩论啦，到底你即派讲的对，还是咱即派讲的对？这辩论毋是凊彩讲的呢，这辩论就爱安怎？爱合乎逻辑，意思就是安怎？你的理论爱合伫迄个逻辑，逻辑就是安怎？理气通顺啦。所以你理气无通顺，你讲的话就无人甲你采纳。咱注意来甲看保罗伫这段话中间，伊就是用这种逻辑用这种辩证的方式，伫迄个所在来对哥林多人提起信仰中间这个各活的代志，确实是实实在在。所以讲安怎？伊伫这个较等下咱来读这个经句这经句讲啦，基督若袂捌各活，就阮所传的是空空，恁所信的也是空空。安尼，这啥物意思？就是这个基督的信仰的实在，是伫基督的各活顶面来起造起来。所以基督若无各活，一切就拢毋免讲啊。你换一个信仰嘛无采工，但是基督若确实各活，你袂使有重视。所以保罗伫遮就是要讲起这个死人各活的真实性，伊透过这个反复的话，伫迄个所在来证明基督的各活。而且以家己的行动来证明，伊讲基督若无各活阮这咧传基督各活的人，伊做安怎呢？世界上上大的白贼人，最大的谎言基督若无各活，阮这传福音的拢变做白贼呢。这代志就大条啊！因为当时传福音的人是偌济。毋是干那使徒咧传福音咧，当时真侪只会友嘛拢咧传福音咧。咱甲看伫耶路撒冷斯提反受迫害了后，这个犹太人的这个掌权者开始迫害基督徒，所以基督徒四散到逐所在去。使徒行传内面就记载一句话，讲安怎呢？讲门徒到伫逐所在去传福音，所以受迫害四散，毋是传福音伊起来，伊是安怎？到无同的所在，伫个所在大胆来传福音。所以当时传福音的人，毋是12个，毋是70几个啊，是所有信主的人，拢来见证这个福音。所以保罗伫遐讲讲。基督若无各活，阮这传福音的人，拢总变做白贼。阮若是白贼，安尼阮的上帝嘛是变做白贼的主呢。这代志非常大条。所以阮今仔日勇敢的见证，就是因为基督各活。所以基督各活是一个事实。因为基督若无各活，咱所信的就是空空。所以拄仔我提起讲，咱三角来说，你当初时是安怎信主？你信主的目的是啥物？有人讲我讲信主的目的咧，这个伤感情咧。那就信主就要有目的才会信主，无对。你若无目的，你袂信主。每一个人信主，拢有伊的目的，只不过是都信主的时阵，迄个目的不见得是正确的目的。
我安尼讲，就是安怎呢？因为咱有可能伫生活中间过得袂顺啦。基督徒就甲咱讲，你袂顺哦，来信耶稣，耶稣会保守你，恁处你逐项就顺。所以为着生活顺，为着事业顺来信主。有的人检菜是因为身体欠安，病治袂好，四界找人，总是袂通得到医好。所以基督徒就甲你讲，来信耶稣啦，祈祷上帝，主就甲你医治。我为着病要好，所以我来信主。所以每一个人开始信主的时阵，拢抱着不一定的无相款的这个目的。但是当你信主了后，你就要详细想，想啥物？我接受这个信仰，伊终极的目的伫倒位？终极的目的在哪里？因为你若要解决一时的困难，要解决一时的这挫折难题来信主，安尼你下的赌注太大。是安怎讲呢？因为一时解决，毋是永远解决啊。以后你搁拄着问题的时阵，你要安怎？毋是信主了后就拢无问题呢？信主了后，共款是问题了了。所以你若感觉讲，我信主是为着要解决问题才来信的，安尼你绝对失望。所以上有有的人信主了无偌久，就搁离开啊，就是因为伊感觉伊的目的无达成嘛。所以咱信主，若是为着这个暂时短暂的这个目的得到解决，安尼来信主，你也好好考虑一下。你信主，敢真正干那为着安尼？信主应该有搁较大搁较远的这个愿望才对。所以我直接甲咱讲，信主上大的愿望是啥物？咱会通得到。咱得到是对倒来，因为主救我，所以主救我，咱才会通得到。主若无救我，咱要往啥去？是毋是安尼？所以救我在于主耶稣，活命在于主耶稣，因为主耶稣家己亲身对世人中救我，来证明讲安怎，伊确实有这个权柄。伊若无这个权柄，伊家己就袂活，伊家己袂活，要安怎保证咱会活？是毋是安尼？所以主耶稣用伊家己本身来证明伊讲的话是实。保罗也才会伫即个所在讲，基督若无救我，阮传福音，阮拢咧做白工啊！你信主的人也真了然啊，因为安怎无救我嘛，所以我们都没有盼望了嘛。所以基督若无救我，咱拢无希望。无希望，咱的信就拢白费功夫啊！所以咱看见保罗伫即个所在，真心中在讲即个基督救我的代志。对于哥林多人来讲，这是一个因从来毋捌经历、从来毋捌想过的一个真严肃、真实在的。总是咱后世人哥林多教会到深啊，已经嘛经过这个2000年的时间。咱今仔日咱信主的时阵，点在迄个时阵，咱对道理无清楚，咱模模了了，咱就既然走入来啊，真甲你恭喜啊！但是安怎，你爱好好想，过去你是无心理准备，你无想遐多，但是即摆你入来，你就要好好想。你伫即个信仰内面，你所期待的是啥物？有人看到我
这个西装顶面吼，啊，夹一个 mark 吼，就是两个问号。哎呀，这款徽章哦，真少看到。啊，这两个问号是咧创啥？这就是三伏诶训练中间在问的问题啊。哦，问啥物问题？问到人生上界重要的问题，就是你对你的人生有把握。想一想，你对你的人生有没有办法把握？下一刻你若拄到啥物代志，明仔载要发生啥物，你有把握？无人有，对吧？因为咱就是一个普通人嘛。第二个问题讲啊，一旦发生代志啊，意思就是你拄着死刑，你敢知影你要去倒位？一旦你结束这个物质世界的活命，你敢知影你要去倒位？所以这就是咱人生上大的课题啊。第一个是咱活的时阵，咱对代志的这个掌握无能为力。第二个就是，咱有把知影讲，咱这个世间的日子过了后，咱要去倒位？这是人生真重大的问题。基督的信仰甲咱讲过话，其他的信仰无咧讲过话。因为啊，因为人生就是这么活来咧喘气，安尼有意义。但是一旦若停止这个，就什么都没有了。有教遐讲六道轮回啊，毋管怎，因若人过往去，因就讲话是啥物？啊个来西方啊，哦，极乐世界啊。啊，西方极乐世界遐有啥物人？不知道呢，那就不做干系。所以有很多的问号伫咧，因为释迦牟尼嘛有甲你讲，你需要去倒位。伊敢若讲啥话？伊讲人着爱修善自己，吼，修身家己，所以爱有好的修养啊。修养的目的是要创啥？毋是要到西天去呢？啊，无要创啥？伊叫做进入涅槃呐。啥话叫做涅槃？涅槃呐，涅槃叫做不生不灭。因为佛教咱讲的就是六道轮回嘛，伊个人会不断伫这个六道中间吼，要轮回啊。这世人若做较好嘞，后世人搁再继续做啦。但是这世人若做了歹吼，啊，就足凄惨的呢。凡事变做精生，凡事变做恶鬼，吼，都是六道轮回啊。但是这中间搁上好的嘛是人，做较好的嘛是个人，吼。啊，若万一做了歹，啊，就啊了了。但是咱的信仰毋是咧这样，生命是现象。虽然咱感觉讲伫这个世间的生活停止了，无去了，但是毋是按那个说，因为安怎，咱要有一个新的生活来继续。所以求主帮助咱，互咱伫咱的信仰内面，咱好好啊去想想，咱的愿望伫倒位，咱应该掠着的是什么款的信仰？咱应该努力去做的功课是啥物？我想，伫这个年底的时阵，咱咧期待新年有一个新的出发，咱好好啊想这个问题，
互咱调整咱的脚步。伫新的一年来到的时阵，咱会当欢喜快乐，唱着凯旋的歌，向着头前所在的路走。咱三个拜。是阮的主，阮感谢你，阮会通得到你竞选，也伫阮的意志中间，阮来回应，接受主你的恩典。主啊，这是何等奇妙的一件事！求你帮助阮，互阮时时刻刻会记得阮甲主你的关系，也阮知阮对着主所领受的是一个永远的活命。但是这个永远的活命是透过主耶稣伫十字架顶受定死，后来搁活所带来互阮的祝福。主啊，阮要感谢你，因为当阮做罪人的时阵，阮毋敢想象有即款的福气。总是主，你赦免阮一切罪过，互阮通伫你的保护、洗清，来进到主你的面前。主啊，伫你圣洁的宝座面前，阮得到接纳，这是极大的福气。愿主你帮助阮，互阮伫即个年底的时阵，能搁一遍好好来审察阮家己的信仰，有无合主你心意的所在，求主你圣神帮助阮来调整，互阮按着主你所予阮的这个祝福稳定的目标，互阮努力来进行。阮安尼恳求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这是咱来用圣诗来回应上帝的话。圣诗257首，心目五字坚固，掀开请起立来。诚侪，是咱用奉献来回应
面上的，请书现同工。谢谢。这时阵我来报告，请问今日有第一摆来到教会的新朋友吗？第一摆来的新朋友，欢迎欢迎，请问，可以让自我介绍一下。从台中过来的，我是台中林良堂。是，所以我们这个台语啊，等一下还有一个华语的一半，第一等是台语，欢迎，请大家掌声欢迎，谢谢。够吗？所以下面我来报告，请大家来当点开手报，大家来看我来报告。刚刚事项的部分，本周甲下周的有关的刚刚，请咱家己来注意。聚会的人数甲方向也请大家咱来看顶悬的数字。我来报告本回消息的部分。第一，即摆共款伫疫情的中间所以若是居隔在家，也是有且小可需要紧急处理的代志，会当来通知教会，咱当会当来斗相共。第二感谢罗牧师今仔日的信息的分享，请大家个好感谢罗牧师，谢谢。第三点，下主日下礼拜是新春的清明礼拜，所以礼拜时间提早到上午的9点，本来是9点半，所以下礼拜提早到上午的9点，所以请会来参加的兄弟姊妹会当备办心来参加。这第8点有讲，因为有管制，所以清明礼拜有需要开车的，爱对主林路来进行，所以有需要开车来的兄弟姊妹，请以今日礼拜后来索取，甲干事索取通行证。第4点，1月29是蔡茂堂牧师的讲道，1月29。第5点，请团结小组伫今日礼拜后会当来交旧年度的事工的报告。
甲今年度的计划，因为后会手册的便利的关系，所以请伫今日礼拜后会当来提供。第六点，请有认定今年度的献花的兄弟姊妹会当开始来拿费用互干事。第七点，共款邀请各位兄弟姊妹会当踊跃来参加台语华语的查经，就是成人主日学。台语因为这个时段是台语的礼拜，所以台语的成人主日学的时段是伫11:15，所以伫台语礼拜结束有台语的查经，华语的查经就是伫咱台语礼拜的时段，所以华语的礼拜伫10点开始，所以伫10点开始有华语的成人主日学。华语的礼拜是伫11:15开始，所以邀请各位兄弟会当踊跃来参加。第八点头头有报告过，有需要清车礼拜有需要开车的姊妹，请来索取这个车辆的通行证。第二关怀大道的部分，请有缘为遮个长期带年的伫厝的调养的兄弟姊妹。替你来关怀大道，来注意来关心。奉献的部分，这个金额请咱家己来看，若是有错误的，请来教会的会计来更正。这时阵咱会当来读本周的经，本周的经有伫哥林多前书的15章14节，请咱大家同齐来读。基督那地万都啊，主万守万的心盼啊，你的心也是盼啊，搁一摆。基督那地万都啊，主万守万的心盼啊，你的心也是盼啊。是来吟上行的诗，上行的诗，上行515首，请起立来吟。因此说，请导师起来做到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上帝疼痛、圣神的相通，甲咱三甲一体，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，别倒，请会当等候后槽线来互相行平安礼。
哎，